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议员黄捷的罢免投票，剩最后的2天，双方拢拼尽气力，全力咧游票。民进党是全力动员，吴怡农、于天拢拼落下港来做声势。啊，罢捷团体明仔暗要举办罢捷之夜，但立文科淑华拢要来徛台。这场罢免黄捷的投票，样样要变做哪力的对决咯。国民党立委叶玉兰、罗兰为罢捷战声，用这次的罢免的行动能够投出同意罢免案。每手过2天，罢捷团体攻势是愈来愈猛。伫2月7号，阁要举办一场罢捷的选前之夜。伫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的时，请新力吕超人主持暗会，国民党立委柯淑华以及最近伫立法院反内地炮火真猛的郑丽文，迄一天拢会出面徛台。以及凤山的4位在地议员，还有神秘嘉宾。面对这款攻势，力赢挺黄捷的场面嘛真大。资深的艺人，即嘛是民进党立委的于天嘛到高雄坐镇。不能因为说罢免一个市长，然后大家报复性的来这样对待他，这是不对的。为黄捷伫宣传车拜票，未少民众比赞来回应。第一天进前对少家时都当选的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怡农，目前嘛面临罢免连署的基进党立委陈柏惟。因暗卖到高雄陪黄捷少家拜票，这场罢免投票，因为对方将这个内底议题白做伙引起战火，和本来只是地方的政治活动，未输是哪力的车拼。